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感谢我们今早一起来到这边，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。特别今天是两堂合作会，第一堂和第二堂。我们第一堂，平常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，我们今天一起聚集。重要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也更重要是我们要一起来见证。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他们要受洗，他们要加入这个信仰大家庭，也要加入我们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。我们一起来见证，我们也一起为他们来祝福。所以愿神赐福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礼拜当中，特别我们今早带着一个感恩，而且是一个欢庆的一个心情，因为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在今早的礼拜当中，让我们今早可以全心的投入在今早的礼拜当中，互咱今仔早起时真正领受到耶稣基督所带予咱每一个人的恩典，耶稣基督所带予咱每一个人个我的心的快乐，愿上帝赐福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上。这是我是邀请大家，咱做伙用这条诗歌，咱做伙来敬拜咱的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的性命，伊个我，互咱会当来敬拜，会当来唱出俄乐的诗歌，咱做伙来唱这条的诗歌，耶稣因你的名，阮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，阮来敬拜，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，阮来敬拜。耶圣灵你是主，咱一个对头来唱。耶稣因你生命，阮来敬拜，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，阮来敬拜。耶圣灵你是主，咱搁一个对耶稣来讲。耶稣因你生命，阮来敬拜，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，阮来敬拜。耶圣灵你是主，耶稣是主。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心甲希望。耶稣基督是主，咱搁一个来宣告耶稣是主。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心甲希望。耶稣基督是主，咱搁一个来宣告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心甲希望。耶稣基督是主。这是无需要请大家做伙开出来祈祷，为着耶稣成做咱性命救主来感恩来祈祷。因为耶稣基督伫咱的性命，互咱的性命得到新的快乐，得到新的性命。咱做伙来开出来，咱的耶稣基督来呼救啦，咱耶稣基督来献上感恩，因为伊伫咱性命中所成就的一切，咱做伙开嘴，为着这样代志，咱献上咱的感谢的祈祷，献上咱欢喜的祈祷，咱做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耶稣基督，感谢你来到世间，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，因为我每一个人你定是你是个幸福，第三个我，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消息。一个网站，我有新的快乐，我有新的画面，通会当讲新的风景。主啊，你是迄个生命世界的光，你照伫阮的生命中，我无搁惊伫黑暗中。主啊，献上感谢，耶稣基督，你真正是阮生命的主，你真正是阮生命中上大的帮助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
搁一摆为着今仔日要受洗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真正坚固伫因的信心，互因透过今仔日这个洗礼的这个过程，洗礼这个重要的记号，互因搁一摆，互因的心嘛，搁一摆宣扬讲耶稣基督是因的救主，互因搁一摆看见耶稣基督是因生命中的拯救。咱做伙开喙，嘛为这兄弟姊妹今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开喙为因来祈祷，坚固因的信心，咱做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真主回家，主啊，回家的心，主啊，帮咱今要来受洗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因的心搁一摆来向你，互因的心搁真正来宣扬讲耶稣基督你们真最神的主，主啊，帮咱健康的这些。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困牛信心大希望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。宣告耶稣是咱的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困牛信心大希望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。咱做来做一个祈祷，是耶稣基督，你是阮生命的主，你是阮生命唯一的拯救，你是阮生命唯一的帮衬，因为有你，互阮的生命得到重新的溃烂，互阮的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因为你是光，你照伫阮黑暗的生命，互阮无搁行伫黑暗中，互阮通会当行伫你的光，行伫你的带领下面，互阮透过你的恩典。搁一摆享受甲你3000分美好的时刻，主啊帮助阮，你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自由，互阮原本受到压制、受到罪恶捆绑的生命得到逃犯。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着耶稣宝血的遮盖，使我们再一次的脱离所有压制在我们身上的重担，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向前行，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全心全人，再一次的来宣认说：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邀请了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要求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拍掌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再次的宣告说：因着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自由；因着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要请这首诗歌
歌，一起来献上我们的赞美。你释放被捆绑的人，你为我们带来自由。最曾使我们被拒绝，直到遇见你宝血，全新的我献上赞美。你释放被捆绑的人，你为我们带来自由。最曾使我们被拒绝，直到遇见你宝血，全新的我献上赞美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透过耶稣，锁链全都断开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再一次来宣告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透过耶稣，锁链全都断开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我们继续拍手来赞美。遮盖我罪，因你宝血，是我的神，是你恩典。我承受压制的痛苦，直到遇见你宝血，全新的我献上赞美。再次从头来唱。遮盖我罪，因你宝血，是我的神，是你恩典。我承受压制而痛苦，直到遇见你宝血，全新的我献上赞美。再次宣告，主你在哪里，哪里就自由。主你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哈利路亚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透过耶稣，锁链全都断开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再次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有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透过耶稣，透过耶稣，锁链全都断开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
命，因耶稣的名，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因着耶稣基督宝血大有能力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得着赦免。我们全新的生命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名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，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我宣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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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跟他说，耶稣让我们得着了自由。再次同我来唱。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。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我宣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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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，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再一次来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，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我宣告在基督里我得着自由。在基督里我再次来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是咱做伙继续用圣诗第98首咱来敬拜。基督的我就和撒那成就这伟大的事，基督的我一切受着良心公义大的义，正看公义大无中间，基
哈利路亚。